今仔日台湾西半部空气较恶流动，地区污染吹袂散。西半部真侪所在天气空气品质都无好，甚至有空气品质指标佫有达到红色，也就是对所有族群拢无健康的等级。另外，中央气象署表示，今仔日甲礼拜的气温拢舒适，不过甲拜一开始有大陆冷气团影响，到时会明显变冷。恒河大楼搭伫雾茫茫当中，能见度无介好。拜六早起，全台为台北到屏东北少测站拢交对敏感族群无健康的感染色提醒。中华婚林嘉义遥测站已经到所有对族群无健康的红色警示，主要是受扩散条件歹的影响，污染部开业者。风速弱的情况下，再加上那个垂直扩散条件不好，那整个西半部你可以看到，从北部其实到这个南部，其实偏热点都比较高。环境部表示，这摆空污这方面有希望在19拜二等好。天气方面，拜六日时气温回升，南部高温冲破30度，上高温台南玉井有33.2度。暗过到礼拜日暗时，方面开始接近。拜二大陆冷气团落南，全台拢感受温度下降。拜二透早降温上明显。礼拜一的温度稍微的略降下来，最冷的时候是在礼拜二、礼拜三到礼拜四的一个清晨，可以看到北部的气温会降到大概14度左右，南部的低温可能也是在15到17度左右。在落雨方面，今日明仔载2天较少，台中以北有零散落雨。到了拜日暗时，方面接近，这方面落雨会增加。随去有华南风雨区通过，落雨情形会继续到下礼拜二。气象署也提醒，这2天金马地区会大雾，提醒民众要加注意航班的资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